把这2片牛仔布正面对正面把它车起来。来自高雄和新竹女中的学生，仔细的将牛仔裤用机器缝合，再绣上大大的 logo， 实用的手提袋就这样完成了。我是第一次用这个裁缝机来做这个佳琪100年校庆的袋子。很酷，就是平常不会接触到这东西。今年刚好有5间台湾各地的高中也都是100年，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邀请绣上自己的姓名，然后呢车缝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提袋，那同时呢也带着我们这个府城400的这一个绣牌在他的作品当中。今年佳琪高中100周年，结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，由2校服装科师生团队一起指导学生和社区民众缝纫和刺绣技能，将回收2手牛仔裤改造成实用手提袋，同时呼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，也减少快时尚所带来的环境冲击。这几年大家都在推 ESG 嘛，就是怎么让它节能减碳我们这也是减少环境的污染，希望你布料不要的或是衣服旧的不要乱丢，可以做一些改造。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在校内成立全球刺绣研究发展中心，保留府城工艺传承，走入校园向学生推广，让传统技艺向下扎根。每一个人都学会这个缝纫的技艺跟手绣的技术，然后呢，能够让他整个呢缝纫带入生活化。百人缝绣活动连结产官学3方面，不仅推广缝纫技能，也传承刺绣技艺所代表的府城文化精神。记者杨胜怀台南报道。